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！伫礼拜日会当个见到大家，咱直接要同齐来遮敬拜上帝。今仔是过偌济吼，真感谢主，咱因为主耶稣的过啊，甲咱结连吼，咱的性命才有过活的人生吼。好，咱同心来遮，同心来同齐来祈祷。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。阮真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大疼痛，因为你疼世间每一个人，将你的独生圣囝来享受世间。互主耶稣，阮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受鞭打、受勒骂、受苦，搁钉伫十字架顶，流出宝血。但今仔日，主已经过我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有主耶稣的过我，阮的性命有重生的性命，阮有过活的性命，阮才有法度伫阮的性命中间有主耶稣你的疼，搁有正人的疼，搁互阮会当行伫主你的真理的顶面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你这个大疼痛来带互阮。有大的愿望，主啊帮助阮，互阮毋若干那是咧纪念过偌济尔，互阮知影主耶稣的生命甲阮是结连的，阮的生命才有重生的生命。恳求主你来更新我的心，更新阮的生命，伫阮的行大，伫阮的心思意念中间，阮会甲主结连，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互阮来。一生来跟对你，一生来敬拜主你，一生来为主你做见证。祝阮特别做礼拜进前伫你面头前，同心安尼祈祷，愿阮的敬拜，阮的服侍，拢会当互主你来欢喜。安尼祈祷，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六位兄姐平安，平安。这是咱来团练今仔日的诗歌今日透早落大雨，落大雨进前，天真暗，规个拢黑暗，互咱可能淡薄约略会当去体会主耶稣受顶十字架，迄个时阵天地拢黑暗的情形。好，咱第一首诗歌，95首是圣诗，95首，我心仰望十字宝架。救主耶稣为着救赎咱众人的罪过，多正热心来到世间，被钉十字架。咱透过这首诗歌来纪念主的恩典甲救赎。相信这首诗歌的曲是较慢，咱嘛透过这首诗歌，只是咱会当渐渐安静咱的心神，来对今仔日的礼拜当中，对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对圣歌队所献的诗歌，咱来听主要对咱所讲的话。虽然是真实的诗歌，咱为咱犹原来唱全首。我心仰望十字宝架。荣耀的主替我受罪，我情因无世上耶
总放手。我无地我靠一切，只有夸靠我主心间。世间所有空气好奇，为主保卫情愿放你。爱看救主头壳大手，老出保卫主爱忧愁，只有疼痛，只有过面有，只偏偏这应要免留。第四十。成事的着我应记，全然我主也会靠近，主听生灵灯光唤醒，我要报答全献我心。好，第二首诗歌，第98首，真实的诗歌，刻真实哦，因为伫新生诗298首，快乐快乐，原来敬拜，讲这个哦，贝多芬的快乐颂是主有恩典有疼痛，主嘛有大宽容甲快乐，创造天地主宰，伊无受死亡的捆绑，已经高啊。咱透过98首首诗歌，咱来庆祝主的歌啊。基督教我唱好山那庆祝这伟大的日子，基督教我一切受造，点情梦也大喜气，正看旷野沙漠中间，一丛大树大开花，伊伫树叶丰盛稳定。奥妙听通向无山，第二集，基督教我打着分子，对绝望深起高起，清早行伫喜乐中间，仁爱能力大无边，放飞轻我主教我，无做路无做朋友，耶稣做人有力当破，我以和平样享受。第三集，基督教我天顶地下情应归高相当，基督神在我命回归，困难胜过世间人，打对撒旦勇敢宣告，推起主已经到我，因我上帝教咱同在，满足这首好山啊。今仔日过完节，基督教我咱欢喜庆祝，为什么咱爱庆祝？
因为主的句话，互咱知影，咱所有所跟对伊的人、甲信伊的人，有永远活的愿望。所以在今天，我们一起欢欣赞美主的复活，因为主复活了，让我们这些信他、归入他名下的人有永活的盼望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《永活盼望》。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，有高山阻险，无法跨越。在绝望之中，我举目望天，呼求你名，直到黑夜。在幽暗里面，你慈爱彰显，吸引我领到你面前。恩典已成就，结局呈现，主耶稣永活盼望。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？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？洗净永在身，将杯子高天，背负我罪，担我羞愧。借十架宣告我已得赦免，万王之王将我拣选，荣美的救主，我愿用属你，主耶稣永活盼望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你释放我，哈利路亚，死亡不再捆绑我，你打破所有锁链，你名为救赎恩典，主耶稣永活盼望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你释放我，哈利路亚，死亡不再捆绑我，你打破所有锁链，你名为救赎恩典，主耶稣永活盼望。荣耀清晨里，你成就应许，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，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，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。荣耀清晨里，你成就应许，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，犹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，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。主耶稣已经得胜利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你释放我，哈利路亚，死
死亡不再捆绑我，你打破所有锁链，你灵为救赎恩典，主耶稣用火盼望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你释放我，哈利路亚，死亡不再捆绑我，你打破所有锁链，你名为救赎恩典，主耶稣用火盼望，主耶稣用火盼望，主耶稣用火盼望。约翰福音11章25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让我安静心，准备进入礼拜。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，上帝囝耶稣，伊已经上天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，所以咱着好打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，
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，做咱需要的时的帮赞。咱做伙来吟诗，吟圣诗第95首，我心仰望神的宝座。我心仰望神的宝座，荣耀的主替我受罪。我情心目世上荣华，但愿为主隆重放煞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是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扎西鲁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。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启用，伫新圣诗后面启文第34篇，就是诗篇146篇。启用文34篇，诗篇146篇。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啊，
我一生要称赞上主。毋通我靠君王，因一个断去就归土。靠雅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。伊为着受冤屈的人心愿，上主讨放想归家的人，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保护主外人，伊扶持孤儿寡妇。上主会永远做王，着称赞上主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关荣耀的上帝，愿荣光拢归伫你，永远的爸上帝。愿自即伫遮用敬虔诚实的心来敬拜阿罗你。你有亲遣你的独生圣囝来到阮中间，为着要将阮这个软弱无助的人，对罪恶中讨放出来。主耶稣，你无嫌弃阮是罪人，你愿意为阮流血牺牲性命，受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来实现上帝拯救的计划。透过你的死，互阮甲上帝和好，同心结立合意的关系。互阮的性命顶头生，合适成做一个心灵自由、充满疼的人。阮感谢你，救赎的计划毋是到遮就停，你战胜死亡的权势，第三，你对死中搁活，因为你知，阮虽然有得到新的活命，但是伫这个世界会拄着一困苦。你对死中搁活。互阮清楚知影，你无离开阮，是继续伫阮的身边照顾甲帮赞。伫阮的内心中，搁我的你时时来提醒阮，爱忍耐，爱常常喜乐，爱带着信心，我靠信心来向前。阮所仰望的事，到落尾一定会实现。你有讲，伫你有永远的平安。伫世间虽有苦难，阮着勇敢，因为你已经赢过世间路。因为你有告我，死亡毋是终点，是起点，是阮得到祝福、恩典满满的开始。阮感谢你。阮教会大大小小礼拜三要到教会四周围来分各偌济个彩蛋。我要用欢喜快乐的心，将你各我的好消息来互社区大家人拢知。主已经对死过活，求主圣神开路，互阮所接触的人，拢愿意来了解主过活的信息。所有同工出入，拢嘛得到你的平安，拢顺遂。伫阮的中间，若有身体欠安、有病痛的，求主来医治；心内有烦恼的，求主亲自来安慰。阮将这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到18节。约翰福音20章第1节到18节，伫咱的新约圣经131面。20章第1节，7日的头一日清早，天还未光，伯大拉的玛利亚到梦，看
看见石已经对望刷开，就走去就近西门彼得甲别个学生，就是耶稣所听迄个，甲伊讲：有人将主移出梦，我毋知下伫倒落，所以彼得甲迄个别个学生出去到梦，两人平平走。迄个别个学生走做头比彼得较紧，大声到梦。阿勒看梦内，看见犹地步下地，独独无入去。西门彼得对后到，入梦看见犹地步下地，佮看见包塔壳的筋无甲犹地步囥一位，是另外伫一位更地。迄时，迄个大声到梦的学生也入去。看见就信，因为因也未明白上圣经的话，讲伊的确对死人中过活。对安尼，两个学生倒去家己的家，宰责。独独玛利亚徛伫梦外在地哭，哭的时，阿勒看梦内，看见两个天使穿白衫，坐伫耶稣身死所捌安置的所在。一个伫头，一个伫骹，因就甲伊讲：“妇人啊，啥事哭？”因伊讲：“因为人将我的主移去，我毋知下伫啥物所在。”已经讲遮的话，就翻身往后面，看见耶稣伫徛，也毋知伊是耶稣。耶稣甲伊讲：“妇人啊，啥事啼哭？你找一锤。”玛利亚拍算伊是顾远的，就答伊讲：“头家啊，你若有跟伊去，请甲我讲，下伊伫啥物所在，我就去收伊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玛利亚，伊就活转身，用希伯来的话甲伊讲：拉波尼，就是先生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无得望我，因为我又未上去见爸。你着去找我的兄弟，甲伊讲，我上去见我的爸，也是恁的爸；看见我的上帝，也是恁的上帝。”莫达拉的玛利亚就去甲学生讲：“我已经看见主，佮讲主用遮的话甲伊讲。”以上，这是要请郭牧师来证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啥事啼哭？啥事啼哭？心来祈祷，你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众人看顾阮每一个，互阮伫过去这一礼拜中间，阮搁一届思想孝念主你为阮定十字架牺牲的听。这是阮恳求信心甲阮同在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明白了解主你过我对阮每一个人的意义。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亲身看顾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顶一礼拜是中秋主日，咱众人伫顶一礼拜时，咱拢真欢喜，咱咧迎接主耶稣基督入耶路撒冷城。但是一个真欢喜快乐的心情，因为伫当时的人。因认为因所要迎接的这个王已经来啊，因所期待的弥赛亚已经出现啊。总是伫耶路撒冷真侪人咧欢喜的时阵，有一群人却伫目睭紧紧咧看到耶稣，因为这群人准备将耶稣要抓起来。因为耶稣消失伫这个世界的中间，这群人真赶紧，因想要处置耶稣，所以就咧敲找一个机会，互因找到啊。因伫耶稣门徒的中间找到有一位门徒，伊有一个弱点，所以伊就将这个门徒找过来，甲伊讲。你只要指认出耶稣是倒一位，那呢，你就会当摕到30元的这个金钱。对当时来讲，这是一个真大数目的金钱。
这位门徒就答应啊。所以因约定伫半过节暗顿了后，带着众人去到耶稣的所在，将耶稣寄出来。耶稣知影这群人的心内咧想什么，耶稣嘛知影时间已经近晚，所以当耶稣去到客西马尼园咧祈祷的时阵，圣经描写讲伊极其忧伤。耶稣忧伤的原因，是因为众人还阁无明白上帝真理的意义。众人还阁毋知爱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众人无愿意去遵从上帝的诫命，因甚至将耶稣看作是一个对敌。迄是因为耶稣威胁着这群宗教领袖因的权威、因的利益，所以伫客西马尼园内面，耶稣极其艰苦。因为伊所面对的状况，是耶稣伊看起敢若无法度去面对，所以伊求上帝将伊看做迄个苦杯刷去。但是耶稣知影，伊真清楚知影一件代志，这个是伊的呼召，是伊的使命，所以伊有愿意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。这位门徒犹大，就是收祭司头、法利赛人、经学士等等遮的人的金钱的一位门徒。犹大带着兵丁甲众人来到圣殿，将耶稣抓起来。耶稣互带到这个宗教法庭内面来审问，却是无任何的证据会当甲伊定罪。祭司头伊犹原讲耶稣有罪，而且是一个死罪。但是宗教法庭袂当判人死刑，袂当去执行这个死刑，所以只有将耶稣带到总督彼拉多的面前，互彼拉多来定耶稣的罪。当耶稣来到彼拉多的面前的时，问来问去，犹原无法度将耶稣定罪。但是彼拉多看到宗教领袖咧甲看。伊看到组织的这些群众，因的情绪真悬，而且咧大声咧喊。我咧想，彼拉多即来，伊的心内咧想着，伊若是无好好啊处理，会变成一个政治的问题，可能会暴动，可能连家己拢无法度好好啊保护家己。所以彼拉多想要借着放一个囚犯离开监狱的这个机会，要互耶稣看会当是无罪离开，却是众人真坚持要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。当耶稣互人抓，边仔侪人，有一群人的内面，咱会当看到有军队耶稣的门徒，咱会当看到这个内面。嘛有看过耶稣行神力医治赶鬼的人，嘛有侪人是相信耶稣是一个救主，是弥赛亚。这群人心内真着急，因着急的拢无共款。因想要互耶稣紧紧，有的是要受死，有的是要互耶稣会当得到头棒，总是毋知。结果是啥物？但是这中间，我想一定有人会安尼问讲：耶稣，你著行一个神力，互这件代志来结束。对宗教法庭到总督的头前，耶稣一站一站互人带去，耶稣会互人带去倒位咧？当兵丁奉着彼拉多的命令。将耶稣带走，准备要来执行迄个编排的刑。兵丁想要侮辱耶稣，所以就用纸皮做一个
头冠强戴伫耶稣的头壳顶，滴去伫迄个瞬间，血流满伫耶稣的面，佮用紫色的袍正做外衫，加心好意讲耶稣是犹太的王，而且爱耶稣派着迄个真重担的十字架，行伫路上顶，是要互耶稣无迄个尊严，一路悠远咧鞭拍着耶稣，一路行往各各他的山顶，耶稣互因钉伫十字架顶。这时的耶稣，伊忍受着极大的痛苦。耶稣知影这一切代志拢已经完成啊，就应验着圣经中间所讲的。耶稣讲：“我喙焦，所以有一位兵丁就用海绵温酒放伫耶稣的喙的边啊。耶稣啖了后讲：完成啊，头就咧断开啊。”一位名叫约瑟的人，伊是耶稣的门徒，却是伊惊犹太人的领袖毋敢公开家己的身份，伊来向彼拉多请求，会当互伊将耶稣的身尸领走。耶稣彼拉多同意啊，所以伊就甲尼哥底母做伙将耶稣的身尸照着犹太人的规定，用木药、丁香的香料。将耶稣的身尸包好，放入一个无人安葬过的新的坟墓的内面。耶稣受难的迄暝，我想伫耶稣死的迄暗，众人应该都无真正来好好啊休困。彼拉多伊的心内可能还阁咧想着，伊甲耶稣的即个对话。伊咧思考迄个对话中间，因为耶稣无真正回答伊一个问题：真理是甚物？祭司遮个宗教的领袖，虽然因亲目睭看到耶稣断气，不过因担心的代志是耶稣真正要互人告我的即个心理，伫即个时刻。敢有可能来发生呢？门徒甲相信耶稣的军队者，伊可能无法度接受耶稣已经死的这个事实。了后，因要去倒位呢？一群群众，因咧所敲找弥赛亚，安尼就死去啊呢？那呢？真正的弥赛亚到底伫倒位呢？对当时的众人来看，耶稣这位互侪人经历过新约基术，互人得到医治，互人看到赶鬼遮一切事实的人，已经无伫人世间啊！但若就人的角度来看，的确，这已经无法度搁一摆看到耶稣要做的代志，听耶稣所要讲的教示。那呢？对当时的人来看，耶稣到底去倒位啊呢？各位兄弟姊妹，我想，咱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间，咱拢会去拄到困境甲绝望的时阵。因为你的困境甲我的困境可能无相像，总是咱有一段时间可能感觉真白白。那呢，伫即个中间的时阵，你可能会问讲：耶稣，你伫倒位呢？为什么伫我困苦的时阵，你无来帮助我？我遮尔啊相信你，你为什么互我拄到即款的状况呢？咱有可能会陷落伫即种真负面的情绪甲思考的中间。耶稣敢真正无伫咱身躯边吗？咱真正无亲目睭去看到耶稣当时的耶稣，但是
对咱每一个人，你我心内相信的时阵，咱嘴咧信任的时阵，耶稣基督就真做是你个人性命的救主。伫迄个时刻，你已经甲耶稣同行，但是往往伫咱第一个时间拄着困难的时，咱拢会袂记得耶稣甲咱同在，咱拢互咱的情绪去影响着。伫迄个瞬间，咱敢若看袂着头前，咱敢若看着目睭前的状况尔。咱互眼前遮的状况去带咱的思想，带咱的情绪，直到咱无法度真正去面对，甚至有的人会感觉讲天拢要崩落来啊！有的人会感觉讲，我的人生失去了愿望，无未来，无方向，无目标，陷落伫一个真绝望的环境中间。我想伫迄个时刻，有的人可能会流落目屎。玛利亚，伊感觉人生无愿望啊，伊流落伊的目屎啊。流目屎咧啼哭，无一定拢是伫伤心、失望、绝望的时阵，有时嘛会出现伫真欢喜、惊吓的时刻。咱若对人的行为来看的时阵，流目屎、啼哭，是咧表达人情绪反应的一种方式。有时咱咧面对哀伤袂流目屎，并无代表即个人无感情，伊可能是将家己即种真忧伤的情感压落来，伊需要处理眼前侪的代志，直到伊无法度表现出流目屎即种反应。那呢？耶稣死伫十字架顶即件代志，对罗马兵丁来看，只不过是一个真日常的工作尔，因无任何的情绪。对这时头，法利赛人遮的宗教领袖来讲，除去了甲因做对的即个人，危害着因的权柄甲利益的人。遮个宗教领袖，因的情绪可能是欢喜，也是真放心。若是对一阵军对着耶稣，见证耶稣所行神力奇事，但是即阵人是抱着一个看闹热的心态来人来讲，无耶稣，只是生活中减一寡刺激，甲会当欢喜的代志尔。总是对耶稣的门徒，以及相信耶稣的军队者来看，因确实陷落伫一个真惊吓、烦恼，会互人追杀的情景。嘛有可能是因为无领袖来带因，所带来失落的情绪。但是对真实经历过耶稣所带来神力奇事的人来讲，耶稣是因的真神，是因的信仰的导师，因完全相信耶稣，所以当耶稣死了后，这阵人因的心内是真正艰苦、伤心，展现出因的行为的表现。圣经内面记载，当彼得甲约翰接到玛利亚甲因报消息，讲耶稣的身体无去啊时，因走来坟墓来看。直到因看到迄个包伫耶稣身躯顶遮右地部的时阵，因无看到耶稣的身体时，这两位学生因才想起圣经甲耶稣捌甲因讲过的话。因才真正相信耶稣已经救我。因拢无想到，因无去想到这件代志，因为因无想到耶稣会真正会救我。耶稣3摆咧有过家己死，佮救我的代志的时阵，
因无明白迄是甚物款的意思，所以当因走过来看到耶稣真正无去啊，看到即项事，就想到伊是真正的救我，所以因相信耶稣已经救我。早时因无明白圣经内面的意思是甚物，因无明白圣经所记载的第诗篇16篇第10讲，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伫阴间，也无叫你的圣的见朽烂。即句话，即段圣经，耶稣定定咧应用伫伊救我的顶面。但是学生无明白，迄句话就是咧讲耶稣的救我。共款，伫耶稣一生的中间，伫马太福音16章21节，耶稣甲门徒讲过，伊会受真多的苦，伊会互人杀，第三日救我。耶稣亲嘴甲因讲过，总是因无明白也无相信，一直到即个时刻，因看到耶稣的身躯无去啊，看到迄个幼地步好好放伫迄个所在，因才用理性来判断，因才想起耶稣的话，因就信啊。伫新约圣经内面有几落个玛利亚，其实真侪玛利亚中间，互咱较有记忆的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，伯大尼的玛利亚，就是迄个拍破迄个玉瓶，摕香膏来救耶稣的，以及是一个即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莫达列的玛利亚。伫路加福音第8章第2节记载着莫达拉的玛利亚，伊捌摕家己的财物来供应予耶稣甲伊的门徒。迄是因为耶稣对伊的身躯顶赶出7个鬼，所以咱会当看到伫伊的身躯顶的恩典是真丰富的。即2位门徒看到坟墓内面的情景了后，因就离开。玛利亚徛伫坟墓外口，玛利亚咧回想，伫昨我甲亲目睭看到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，我嘛看到耶稣已经死啊。玛利亚伊听到有人将耶稣的身躯领走，安葬伫即个新的坟墓的内面，所以玛利亚想要去看卖，但是耶稣的身体却无去啊。玛利亚的即时，伊的情绪还未对耶稣死亡的哀伤中间行出来，甚至连即马耶稣的身体嘛无去啊。耶稣伫倒位咧？玛利亚真艰苦，伊就啼哭起来。咱看到圣经内面的记载，耶稣死了后，伊是到坟墓去看的人，伊出发的时阵，有可能天还阁暗，还未光。法利赛人伊惊耶稣的救我，所以派人伫坟墓的门口咧固守。伊嘛毋惊因，因为对伊来讲，伊要去看耶稣。当伊看袂到，耶稣无去啊。玛利亚伊无明白，耶稣已经救我。实际上，咱想一项代志，耶稣会救我，其实因伊毋免拆开迄个幼地步，伊就会当出来啊。实际上，伊嘛毋免闪开迄个坟墓门口的迄个大石，毋免割开，伊嘛会当出来啊。总是无即2个动作。玛利亚甲伊的门徒，就毋知耶稣已经救我，所以当彼得甲约翰因知影耶稣已经救我了后，照着因的资质，伊一定会甲其他的门徒来分享。但是约翰甲彼得，因2个人
无亲目睭看到耶稣的救我。所以当伊咧甲人讲的时阵，其他的门徒可能是未完全的相信。所以当因自责的时阵，因甲门关起来，是咧惊犹太人的领袖会来找因。耶稣毋免开门，就进入到厝内底，徛伫因中间，甲因讲话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我的爸怎样找见我，我也怎样找见恁。”耶稣家己受上帝差遣，是要来宣扬救赎的消息。所有的信徒嘛，互耶稣差遣，要来宣扬福音的信息。咱教会犹原同款，咱拢受到差遣，爱来宣扬宣教的信息。所以当耶稣甲因讲，恁赦免赦人的罪，赦人的罪就得到赦免。这个是互咱每一个人伫信心的引带下面，咧传福音的时刻，若有人信来信的时阵，这个人的罪就得到赦免。所以咱来奉主的名来宣告，信的人得到赦免。这一切拢是伫信心的引带的内面，人的悔改得到赦免，是伫上帝恩典的内面。咱看到经文中间继续记载着多马，伊无伫门徒的中间，伊无看见耶稣，伊无相信耶稣已经救我，直到耶稣向伊显现，伊才信。多马的心内有犹疑，但是耶稣无拒绝多马，所以当多马听到门徒讲耶稣已经救我了后，多马伊真诚实咧表明伊家己无相信的时刻，耶稣知影，所以耶稣后来向伊显现，叫伊摸伊手顶面遮的钉痕的时，多马才相信啊。咱嘛知，上宝贵的就是也未看见就相信，因为咱对上帝的信心，毋是一定爱看到，是因为上帝的话语。所以耶稣讲，因为看了我才信的人，迄个无看见我就信的人有福气啊！约翰伊写这本福音书，就是要讲出这本册的目的。这个代志是要叫咱每一个人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囝。而且叫咱信了伊，因为伊的名得到生命。伫咱现在，咱无亲像早时使徒共款，会当看到救我耶稣。虽然咱无看到耶稣，咱无摸过伊的伤痕，但是咱每一个人因为信，咱得到福气。今仔日是救我节。当咱过节礼拜，咱毋是家己自责伫礼拜堂内面，咱来欢喜快乐。咱有安排，咱要出去传福音。咱伫过节这个时期，昨侪人咧准备过节的卵，侪人咧包装成做一个礼物的礼物袋仔。所以，这个中间包括了一粒卵。一个更新的福音的单张，以及教会一张卡片，写着教会聚会所有的时间。咱要出去，咱要出去目沙市场边仔周围所有的民众，甲因来分享。咱分享的毋是干那即地礼物尔，咱要分享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的好消息。所以我写了一句话，但是我昨过咧看的时阵，我感觉这句话伤长啊，因为我写了安尼，这是文山教会所准备的过活节的礼物，是为着迎接主耶稣基督过活成做你生命救主的礼物，上帝一定会祝福你。我想的伤长啊，所以早起呢，我临时改，就是
咱去摕即个过外2个礼物互人的时阵，咱毋是咧赶时间，毋是我摕了你我就走，嘛毋是咧拼业绩，我分100粒，你分200粒。咱爱有一个时间，当咱将即个礼物摕互对方的时阵，请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看到对方的目睭，甲伊讲：过我耶稣要来祝福你，过我耶稣要来祝福你，欢迎你来到文山教会。安尼有较对无？好，也是你要用即句话嘛会使，要用遮长的话嘛会使。过我耶稣要祝福你，欢迎你来文山教会。所以，当咱去传即个好消息的时阵，咱就爱真正知影，上帝照着咱每一个人，要将即个过我的消息，互众人拢会当知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的过我是基督教真重要的信仰根基。是咱每一个人对未来的盼望。对4本福音书来看，耶稣的死佮过活，是整个耶稣一生中间真重要的时刻，是救恩的关键。如果若无耶稣的过活，那呢耶稣甲历史顶面侪牺牲的人无共，拢共款，无分别。但是伊过活，证明伊是神，伊有生命，伊有肉体，但是伊过活，所以咱相信已经过活耶稣，伊是活的耶稣。玛利亚抑阁对失去迄个希望的即个哀伤啼哭的中间，一直到甲主耶稣基督三拄的时刻，伊可能头前所流的迄个目屎抑阁伫伊的面顶面。但是伊的心情却转变真做欢喜。玛利亚领受上耶稣的吩咐，将这个过活的信息要来甲门徒讲，将耶稣所讲的话要来传予门徒。咱当看到传这个好消息，耶稣毋是指派一个门徒，还是指派这12个门徒去讲。是指派玛利亚去做这个工作，所以传扬福音的工作，毋那是牧师、传道、长老、执事同工的责任尔，嘛是咱在座每一位信徒，咱来去回应上帝的工作，传救赎的信息，嘛毋是伫今仔日有过活2才去做尔，是爱伫咱每一工。透过咱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将咱所领受到恩典教导真实活出来。那呢，我咧想，主耶稣教示咱的主祷文内面的即句讲：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这一定会实现伫咱的生活中间。当耶稣显现予玛利亚、门徒、多马因看见的时刻，我相信，嘛一定会显现伫咱的中间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形象甲样式，咱每一个人拢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过活，咱得到伊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我很感谢。主耶稣，你的过活，正做阮每一个人生命今生的活力，互阮对未来有盼望，互阮会当来传扬你救赎的好消息。愿主帮助阮，当阮领受到你的疼痛恩典，阮要用阮的行动来回应你。愿主看顾。保守阮每一个人，愿咱的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这时献歌队要来献诗，因要唱的诗歌有4首。第一首是《因何塞那归君王》，第二首是伊孤单伫花园祈祷，第三首是受出卖、受拒绝、受责备，第四首是听无比这个较大。咱请献歌队。伫盘过节的无几日前，耶稣甲伊的门徒行伫往耶路撒冷的路中，准备要去庆祝即个犹太人的大节期。当耶稣甲军队伊的人得要到伫耶路撒冷的时，群众愈来愈大阵。伫耶稣入城的时，众人举棕树枝去迎接伊。话讲，何塞那奉主圣名来的，应该得到俄罗，俄罗归伫以色列的王。Impossible.
人自己被班搬过节的迄几日，何塞纳的歌声伫耶路撒冷的街头巷尾三应声。到伫暗暝时，耶稣甲伊的门徒三甲聚集，享受搬过节的宴席。当因得要食的时，耶稣摕饼，祝谢了后，就对因讲：“摕去食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食了后，耶稣搁捧杯，祝谢了后，讲：“摕去啉，恁拢着啉即个杯，这是我的血所设立的约，是要为着侪侪人流出，通互因一切罪过得到赦免。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”耶稣甲伊的门徒享受宴席了后，因着吟一首诗。然后去到伫甘拿山的一个叫做克什马尼园的所在，伫遐耶稣对因讲：“恁坐伫遮，听候我去祈祷。”伊带彼得、雅各、甲约翰做伙去，伊的心悲伤，非常痛苦，甲因讲：“我的心真忧伤到要死，恁踮遮甲我警醒。”耶稣就了进前，伊的面拍伫地面，祈祷讲：“我的爸啊，若是有可能，请你互即个杯来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着照着你的旨意伫行。”耶稣苦痛告急，搁较迫切祈祷，你甲肝亲像大智慧滴落伫土里。
耶稣祈祷了后，伊倒转到门徒的所在，却发现因全家拢困去啊。忽然，因受到门徒之一的犹大所带来的一大群人包围啦。犹大用尽讽刺的出卖行动，就是针耶稣的喙皮做记号，通互要掠耶稣的人认清楚。圣殿的守卫官员以及宗教领袖，将耶稣抓起来，带到伫大祭司的厝，必须保持安全的距离，对伫伊后面。伫充满白贼、虚假干净、甲雷鸣的审判过程中，遐个宗教领袖找尽办法要判耶稣死刑。安尼，因就通对因中间拄起一个受人称作先知的耶稣，真侪人用假干净来要害伊，总是因所讲的，拢无证据，拢是编造出来的。迄时神，彼得也已经来到大祭司的殿院中，点点坐咧。忽然有人对伊话讲：“是你。”你就是军队耶稣的人之一。耶稣随时否认。天不光的时，宗教领袖已经决定要将耶稣判死刑，因将伊带到总督彼拉多的面前。当时有惯例，就是伫搬过节期，总督有权放一个百姓所选择的犯人。当迄时有一个真凶恶的犯人，叫做巴拉巴。上关伫家里。当群众已经聚集时，彼拉多问因讲：“恁爱我偷放倒一个人？是巴拉巴，还是叫做基督的耶稣？”生气的群众受到大祭司甲宗教领袖的使弄，就大声话讲：“偷放巴拉巴，将耶稣钉伫十字架。”彼拉多屈服群众的要求，就将耶稣交予兵丁。兵丁用鞭拍伊，侮辱伊，用紫色的袍甲伊抹，佮将刺罪免流滴伫伊的头壳顶，然后就将耶稣带出去，要钉伊伫十字架顶。这位受到上帝所差遣，做伊听世间上大的礼物的耶稣，当受判做大歹人。徛伫群众的面头前，受到遐个伊来世间要拯救的人判了钉十字架的死刑。我
当耶稣已经受判重罪，就是顶12个死刑。耶稣互人带到一个叫各各他，就是头壳碗的所在。伫伊的两边有2个犯人，甲伊同受顶12个死刑。兵丁甲侪群众，甚至伫伊的两边的大侪人，拢讥察伊，侮辱伊讲：你捌救了别人，却无法度救伊家己。伊若会对12架顶跳落来，我就要信伊。等互上帝来救伊吧。差不多3点钟的时，黑暗搭满全地，圣殿的柱篱离做两边。耶稣大声嗷叫讲：爸啊，我当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。这话讲煞，伊就断气啦。就伫迄时阵，先知以赛亚的话得到应验。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痛。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过罪过受害。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。耶和华互咱众人的罪，拢归伫伊身上。这位神圣听的使者，已经为咱受死啦。当世间的救主受死来完成上帝永远救赎的大计划迄时，全地拢恬静啦。这位谦卑的人主，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发当摒空家己，主落步的样相，出世甲人同款。伊甘愿谦卑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12架顶。有一位罗马的百夫长是参与伫钉死耶稣的人，伊看到主的情景，心肝大受感动，讲：这人真正是义人。毋免怀疑耶稣所讲的话，伫遐徛伫12架会见证伊死亡的人的心内，不断咧回荡。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无比即个较大的痛。上帝。
上帝无尽的疼，遍满直到永世代，完全赢过万分自私的野心，甲愚妄不义的行为。罗马人甲遐个受挫歪巧的宗教领袖，随猛伫迄日将疼的使者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总是因却无法度将即个疼的信息拍破，也无法度将上帝无限的慈爱拍碎。总是即个疼的救赎工程也未完成。当伫安息日以后，就是7日的头一日，天铺长，莫达拉的玛利亚甲另外一位玛利亚去探望耶稣的墓。忽然，地大震动，有主的天使对天落来，割开迄块大石，坐伫顶面。固守的人大惊，摇摇喘，若亲像死人。天使对妇人讲：“恁毋免惊，因为我知恁咧找受钉死的耶稣，伊无伫遮，因为伊已经照伊所讲的告我啦。恁着赶紧去，报互伊的门徒讲，主已经对死告我啦。照伊所讲的，基督已经告我啦。就今哈利路亚！耶稣基督已经对死告我啦。照伊所讲的，基督已经告我啦。就今哈利路亚！耶稣基督已经对死告我啦。这是请咱来吟回应的诗，新圣诗第98首《基督教我唱和散那》。基督教我唱和散那，庆祝这伟大日子。基督教我一切受造天真光影大喜旗，请看旷野沙漠中间一丛大树摊开看。伊伫树叶风神稳定，奥妙听叹，香无煞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他对撒旦勇敢说。
请坐。咱即时来奉献。请咱起立。请坐。好，即时来报告大声，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他们该伫周报第2面，咱做伙来。耶稣甲伊讲：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。
约翰福音6章35节，耶稣甲因讲：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晓，信我的人永远袂醉单。约翰福音6章35节。第三面后礼拜圣经分单请咱大家来看。拜三的查经记个会甲礼拜第一礼拜的经文嘛，请咱大家看来伫厝里先做准备。咱来看第六面的消息的报告。第一甲第二，搁偌一个联合礼拜，咱今日有举行搁偌一个联合礼拜。伫礼拜了结束了后，咱咱的大家会友会当摕2份就是我手头即个物件，就是咱三牧师讲内面有彩2一粒，搁偌一个特刊个金句卡。咱会当摕2个，一人会当摕2个，一个就是咱大家来庆祝，另外一个就是分即个好的物件，互你捌的朋友。所以咱一个人摕2个。礼拜三咱要搁去咱的四周围来分彩蛋的礼盒咱有分4组，所以咱等下礼拜三有要去分2个人请你留伫咱的礼拜堂，咱来做一寡工作的分配好，第三，圣工的事奉表，新一期的圣工事奉表已经好请有参与服侍的同工来1楼来领来摕。第四，奉献的证明。今仔日主日礼拜了，会当到1楼的柜台来找干事摕2023年的奉献证明。第五，主日的报告，主日要伫4月21号要伫台北有一个一日春游要去南门教会聚会，要搁去邮政博物馆来参观。咱的细节行程是伫咱的第9面，咱会当来看一下。请厝里有国小以下的生的做伙来参与。报名表伫1楼，报名费是100块，请大家来报名。第六，圣礼典后礼拜4月7礼拜要举行圣礼典，迄天是要为着迫害守护教会来奉献，请咱大家来准备心。咱先来看第8项奖学金的升学的通过的名单高中有吕新妍。高中有张信仪、许伯安、陈佑新；大专有林崇慧、黄慧谦、许承恩、张约典、林崇珍、张赫；研究所有吴玉成跟朱月贤。咱要伫4月14号第1礼拜中来颁发奖学金，请同学来参与礼拜来，嘛是来亲自来领奖。再来，咱要来恭喜4月上青，咱请牧师。姊妹，请你站起来，我们为你唱生日快乐歌。嘛真特别咯，今仔是过活节，要唱2届，了后要为恁祝福，会心，还有无？有有嘿，好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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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咱同心为着因来祝福祈祷，全能的上帝伫咧面前完真欢喜。伫过偌济的即个时刻，我们甲4月份生日的兄弟做伙来同欢喜。祝你过去看顾保守因、享受因侪侪稳定疼痛，互因每一天拢有充满着上帝你的平安甲喜乐。只是去愿恳求上帝，你加倍稳定放伫因的身躯顶，保守看顾因未来的路上，互因每一个脚步拢行伫上帝为因备办留落迄个高油的即个道路，互因有丰盛的稳定。将因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上帝赐福，愿甲因同欢喜、同喜乐、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好，这时间有新朋友来伫咱的中间，今仔无好。来，咱这时要来进行平安礼，请大家来互相请安。请安了，毋通走，爱留落来，确定爱来做伙去分两哦。甲隔壁讲，过偌济平安。
请咱游员徛咧来吟祝福的诗歌，新圣诗第527首，新圣诗第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因是煞请牧师来祝祷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过活甲救赎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咱真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别倒。礼拜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。有人代志报告，第一个就是请献歌对甲服侍的人，咱等下留来奏个声。第二个就是咱头有讲要去